奇妙的作为，记录了上帝丰富的奇妙的作为在这个人类当中。没有上帝，其实人什么都不是，所以他赐给我们聪明智慧来管理这个宇宙万物，使我们有份于他的作为，有份他的工作，是大地更美好。所以这首歌充满着有爱，充满着合一，充漂亮丰富。 会唱的，我们一起来唱啊！那个张牧师一定要唱。 轻轻地唱出我们的歌声。
愿上帝祝福，也是祝福我们所有在座的部长们。